教具释文第47集。这字闽南语安怎读？有人会晓无？明明真世常的字，为何文献无讲到现代人认为的意思呢？为何到明清小说，才有人开始用到隐藏、闪避安尼的意思呢？你课文定乱讲，哪会无有文献？教育部的国语词典就有啊，躲猫猫啊，躲雨啊。是啦，此文献非彼文献，文献毋是绝对的，更加无适合断章取义，小心模仿骗去哦。慢慢咱已经了解现代中文如何受到北方强势语言的感化，这种感化的证据，确实会使为文献中找出来。这字康熙字典讲读倒，佮参像咱介绍过的门、带等等这类的字，是受北方强势语言所造的形声字，参像受中文影响的台语用字遮。咱一直讲汉字真少形声字，这类的字严格讲毋是形声字，甚至讲毋是汉字哦。是啥呢？用无意义的声符做一个北方语言的意思读音的代音字，大家愈来愈有感觉袂？有人有搁较好的建议，甲这类的字号名无？汉语片假字、近代造字、北方照音字等等，欢迎留言你对这类用字的号名。过去的历史走向，就确实产生这类的用字。毋是为着比较谁较好、谁较歹，只是做一个来源字的区分，为字形的认捌研究等，无产生反客为主、认损做公的怪现象。汉字真少形声字，安尼的简单概念，个人认为对字的认捌有真大的帮助。存在一个无意义的字评，要有理由，是吧？对字的讨论，若无讲到字形本身，应该只是在讲故事，讲天马行空的故事，有时非常接近乌白讲，大部分是错误的，包括历代文献。以这字康熙字典的解说，咱来研究所谓的文献。读音是目的切入声，意思求也。为何是求的意思？并无为字形的角度来解说。例句有讲到马路，正字通有讲到字形，将了将见，甲细缩写的这字米并无同意思。最后一文讲到本做卖，安尼大家有学到无？应该是一头雾水啦，因为文献本身就写甲雾煞煞，是无？有人学台语会参考甘字典，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。我第一摆查甘字典，就是查这字米，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。甘字典是参考康熙字典来的。头拄仔康熙字典有讲这字读米无？并无啊，所以我就无搁参考甘字典啊。伊的网站搁有著名咧，我也是无想要参考。为何呢？我无迄种时间甲本事去确定伊写的是对的，也是毋对的，就不如莫熟悉就好啊。较辛苦一个，康熙字典稳啊查。迄时有一位博士就坚持，你看有文献啊，甘字典就写米烧炊的米，就爱写这字啊。错号是吹出来啊，所以就是这字吹啊。感谢博士无厘头的乌白讲啦。帮助咱体会到原来文献就只是文献，就参像这种米烧炊会变成以后某人参考用的文献，乌白讲的文献，你分别会出来无？来看甲骨先生对这三字的说明。第一字读音嘛，字形是将了将见，用了才看会到，意思是毋是就是翻找张罗？例句：伊最近四界伫码头路，找头路。古典台语讲码头路，咱甲学起来。李清照小姐声声慢的头四字
寻寻觅觅。若用白音读，就是找找觅觅。李清照小姐伫书房翻找甲伊死去翁婿的共同回忆，用到即字觅。即字找甲古文画是一只手，共一只手哦，上下移动伫找找布上面的缺失。高毋是武器，上下刷位嘛是高，所以即字找就是找的简体字，北方语的大音字，毋是形声字的大音字。动物去找食的，讲是觅食，爱用鸟去翻找嘛。做鸡爱请，做人就爱禀，才讨有食的嘛，是吧？讲完觅，换来讲即字不见。空虚字典觅的下一字就是即字。即字空虚字典的解说讲是当上，安尼是毋是感觉怪怪？怪怪是客气的讲法啦，正确该如何讲伊呢？即字的字形是将笔将剑，是毋是就使讲是并笔剑切？读音就是米，轻声米，意思不见大藏。例句走去米起来，捉迷藏就是米相找，写即字米音字相共。讲第三字进前，先来看教育部看卖解说，表示尝试之意。若是如此，身体无爽快，就爱互医生看卖。首先，当然毋是找是爱，是着必须的着爱。去互医生看，只是为着尝试，也是搁较想要互医生详细观看。答案真明显，是吧？卖的读音阁是从何而来呢？即字卖字形是将剑将卖省卖意声，这才是标准的形声字。声符是有意义的哦。卖路野、细节野、手路菜，就是真济幼路工做出来的菜。综合起来，即字卖的意思，见诸细节，详细端详也。例句：最近身体无啥好，就爱互医生检查看卖咧。看卖是详细观看。试看卖、研究看卖、食看卖、行看卖，各种看卖，其实无一定和看有关系。咱就会使甲即字看当作是动作意向，口语上看卖连做伙讲，较容易了解。写文章就会使省略。同义一卖团，船渡桃花源，字形卖考察，切音情景观。闽南语就无人讲单字的卖，所以这首诗的作者绝对毋是台湾人。咱的水准爱慢慢仔提高啊，莫一直停留伫无水准残次的说法。好歹袂要紧，练习写寡文章，写几首诗，写互全世界人拢看有的文章，毋是像教育部用字写出来的文章，只会使互全世界非常小部分的人看的乱用字文章。写诗迄更加无可能，因为正字无法度使用非口语的用字。用文献来找字，可能是现代人唯一的方法。但是呢，莫认为空虚字典写的就一定是对的哦。莫认为摕起来的文献就是对的哦。你看，甲米当作肉灰野，马上下一字米是肉的上字，谁对谁毋对呢？即字较简单，有时无好判断哦。甲郭先生的解说，值得咱来学习。想袂通的、看毋捌的，值得甲请教。这是我认为上好的捌字方法，慧眼识甲骨啦。有人用假路的文献乱攻击，互人骗去是家己的判断哦。如此而已。咱下一集再会，感谢你的收看。